Hello， 大家好啊！火炭星海提案分享嘅 Angel， 今日會帶大家嚟到大埔天鑽，睇一個實用面積746尺、市場罕有、望開陽山景、間隔係3房1套加工人套房嘅優質筍盤。我哋今次睇嘅單位係位於屋苑嘅11座，實用面積746尺，單位望開陽嘅山景。客廳係長形嘅兩邊廳間隔，客飯廳分明。客廳有足夠嘅位置放到梳化同埋電視櫃，牆身夠闊，可擺放大型嘅梳化同埋多個儲物櫃。而另一邊嘅位置就係飯廳，除咗可以放到4人餐台之外，亦都喺呢個位置訂做咗一排嘅儲物櫃。長形設計嘅廚房面積寬敞，附設發展商嘅名牌家電，焗爐、洗衣機、煮食爐、抽油煙機、雪櫃一應俱全。廚房入邊嘅工人房係套房嚟嘅，有獨立嘅洗手間。第一間睡房間隔方正，除咗可以放到單人床之外，仲可以放到大衣櫃。幾間睡房同樣都係同客廳一樣望開陽嘅山景。洗手間有窗，空氣流通，保養新淨，設有浴室寶，係用企缸嘅。第二間睡房同樣可以放到單人床同埋衣櫃。主人房面積寬敞，除咗可以放到雙人床之外，旁邊嘅衣櫃位可以訂做置頂嘅大衣櫃。主人房入邊嘅洗手間有窗，設有浴室寶，係用浴缸嘅。大家睇完呢個單位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想預約睇樓，